台南的历史建筑南门公园的大碑林，前几日互破甘油，62个石碑有8社拢互破着。虽然讲这石碑未互甘油留起，不过警方同款锁定嫌犯，要甲追查到案。面挂翠暗，头戴帽啊，看起来亲像是查某人的不明人士。伫今年1月初的时，来到大南门的碑那头前，对石碑文物破不明的液体。后续经过采样调查，初判这个不明液体应该是甘油。虽然无造成石碑严重的损害，不过文化局也是强烈谴责这款破坏文化资产的行为。目前就甘油的一个属性以及他们现场的一个状况来看，对于这些实质的一些文物或是古物其实不会有造成一些腐蚀的一个情形。但是就目前的现场来看，确实还是有必须要做一些清理的一个需要。代志发生了后，台南警方嘛积极查访，目前已经锁定对象，要追查这个不明人士到案。泼洒的涉嫌人也由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已掌握涉案的影像，全力查缉当中。大南门的碑那目前有62座石碑，是1935年日本时代中正都市的时阵为台南各地收集来的，内容包括纪功碑、修建碑、木道碑等6种，记录当年民间趣味的故事，甚至佫罕见出现保障女权的碑文，是珍贵文化史料的聚集地。对啊，很不应该的啦。这是个古迹嘛，几百年的东西，这个就是说，有时候你这是开放式的话，很难真的是做到。历史的脚步啊、脚印啊，应该是要留给后人。应该。文化局已经找学者到现场勘查，讨论要安怎甲清好清气，嘛按算要扩大巡查，建议安怎加强维护措施。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